较实实，这是一个智慧。这个智慧，若真正无出来，咱用知识，用世间的分别意识，你甲看这本经典，可能咱愈看会愈复杂。但是咱若用智慧，有形清法界，所以咱看这本经典，咱嘛无感觉讲有偌困难看。这是一个真重要。话咱人生的内底当中，较实实，会当用着咱的法界，但是真正咱流露生命的这个知识，那咱当然，咱争取，咱有请一个讲讲师，这位讲讲师就是因为咱校长，这位讲师，那迄天呢，我和太太去找咱学校。因为咱我借着迄个因缘，请来甲恁结缘。但是讲讲师迄天所讲的物件啦，可能也许我用目叫来，伊无准备内底这个内容，所以伊来讲的应该拢较针对伊家己想家己讲。但是这个经义内底当中讲无啥出。咱蔡经理要甲咱学校讲，是毋是当作参考？咱再来讲一遍，教育伊的经验，咱再来讲一遍。所以呢，咱学校借着这个因缘，甲恁讲到，来把伊这段来讲一遍。在讲以前，当然咱学校讲一句，大家替咱学校对咱学校来念一句，干我。书说不兴不变，书说不兴不变，合一外道，合一外道，书法，外道所说不兴不变者，外道所说不兴不变者，上灭上升，上灭之升，以生显灭，以生显灭，灭有不灭，灭有不灭，生说不生。生说不生，我说不生不灭者，我说不生不灭者，本自无生，本自无生，今有不灭，今有不灭，所以不同外道，所以不同外道，你若用你心业，你若用你心业，但一切善恶莫思量，但一切善恶都莫思自量，然必入清净心体。自然地入清净心体，当然相接，甘然相接，妙用行三，妙用行三。这段话呢，就是因为当时，每一天，叫着世界去请着咱合作会员，等来的时阵这个这个京城内底当中，咱就把咱皇帝咧办迄个所在，迄个调停的内底，为着了每一天来共同说法。但是呢，因为咱世间世间世间伊去甲邀请了后，当然因为咱合作会员，因为少着，因为伊人已经老已经身体有病，伊嘛袂想要入去调停内底，所以伊提杀掉。所以呢，伫迄个时阵，世间讲，若安尼当中，当时咱合作咱迄个这个皇帝叫我来到这个南方拜见合作会员。那请袂倒来时阵，咱合作会员，你传的心表，甚至呢，你会当讲一寡话了解，我这物件大胆的表现，那因为进行迄段已经咱讲过，咱即个叫第四段讲，这个讲法就是讲西境403的时间，叫做西境书说
不生不灭，何以外道？老师啊，咱的祖师啊，你咧讲这个不生不灭，是毋是像外道咧讲拢相像吗？外道，但是这句话就是世界伊有一个疑问，疑问讲，你讲的意思那上暗，一般顶外口咧讲，毋是祖师这样讲的，那是相像啦，毋过呢，咱今日会做做圣人咧讲的，伊绝对无误嘅，圣人咧讲的嘛是讲对，毋过呢，咱听的人，佢叫做袂共，你听会出来，甲听袂出来，叫做袂共，因为圣人咧讲的是袂对，你想当时，咱就记得，迄阵当时咱同学来讲，这同古时阵，因为大娘母无得大神公，那神公呢，刚下高呢，伊甲讲，你做拢无功德，拢无功德。伊讲我生你是生无，你是暗，太拢无功德。所以呢，什么叫功德？咱同学操作讲，经济命官退出功德，你是功德，不在世界。毋过这句话一直聊到了后，伊当时同学伊当朝的迄个时阵，迄个后半段了后，人这个微技术，佮问即段问题，迄个问做的。我若是为人讲，问以圣人之言，毋通以圣人咧讲话。圣人做事无精布施，实在名为功德，名为救亡。这是叫做功德，功德在我心中。这伫语文篇的内底当中，读做讲语文篇内底当中，一定嘛会讲较诚清楚。简单讲起，当这句话，让圣人看这句话，开发人听着很舒服。但是无开发人听着呢，伊就乖啊，煞煞听。因为这句话，当时人做为人，当时咱今日人做为人的善话，伊讲出来了后，毋是甲伊听落来。如果你讲这项外头，你讲毋是相像吗？毋过你人做为人讲伊讲书法，这个书法，伊这句话对世界就是讲，书法不生不灭，何以外道？这个外道咧不生不灭的力量，毋是甲你讲的拢相像吗？但是书法就是咱做为人，伊这个做一个介绍、解说。伊讲外道书法不生不灭者，将灭上升，伊从这个灭的当中来生出来，以生天灭，以这个生来天灭，这句话你看有意思无？这句话就是讲叫做生死。有生有死，有死有生，将灭上升，以生天灭，这个生死。生死就是讲咱这个世间的内底当中，咱有生死，我来看到生甲死。毋过生甲死的内底当中，咱人就这就是咱含生怕死。咱人就爱生就爱死，只爱生无爱死。因为咱人来到这个世间，因为已经来到这个世，我认识这个世间久啊，我已经有感情啊，我无想要转来。当时安尼，毋过呢，咱学道是要学对，后尾来要转去西方地方。当时安尼，后尾转去净土。所以咱人若死，拢请西公啦，请道士啦，请和尚啦，要来怎讲？要来看你西方地方，有无？但是咱要去西方地方，这是咱的愿望，嘛咱就盼望。毋过咱要惊死呢，我请问，若无死，要怎去西方地方？这个马仔敢袂当排去西方地方？无可能，这个马仔排得到去，敢是安尼？你要去西方地方，这个马仔是毋是爱放？若放了后，你就唔敢放。要放当然目屎都滴滴落，咱是安怎？我的囝，我的翁，我的某，我的财产，我的物质，我的哪个？搁伫咧一大拖伫咧拖着当，敢是？但是迄叫做哪？迄叫做拖来，敢是安尼？
给它跨来，来给它放不下，舍不得，想不开。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世间的生命法，世间的生命呢有死甲有生，这世间的生活呢有生甲有死，变有不变，生有不生。因为变有不变，这个变的不变就是讲，因为伊这是世间人咧讲的有生甲有死，有死甲有生，这叫做循环。这叫做循环，世界的人啊，当作循环，这是公理生命啊，讲的常。但是公理理的物件来讲，公理自性就安尼讲，自性就无生甲无死咯。自性你有这个肉体嘛是生，你无这个肉体嘛是生哦。安尼讲听有意思。我先来讲个简单，你听下袂容易。一只车，这车啦当作咱这个肉体，你听好当作这个肉体啦但迄个司机，当作咱的灵魂迄只车有咧换，你驶袂用钱，咱换车对不对？车袂使合作讲，安尼只车叫做性别。这车生出来，这车人开好，这车好歹叫做变叫歹，生起来会当开叫做生嘛，性别。但是我请问，迄个司机有性别无？司机无性别啦那个司机就是我来灵魂。迄只车被生命以后，迄个司机就爱出来，无挂司机就合掉的，无人来做的。司机若以灵魂你嘛合袂掉的，咱较早人下到火葬场，火葬场你烧的时阵，你要紧哦，甲你爸爸你妈妈讲，要紧出来哦，我烧到要疼死哦，烧到疼到要紧撞出来。咁你甲花伊来撞出来，咁你唔甲花伊撞，咁你唔甲花伊米里内底，若米里内底就死人嘞，咁是嘛在花。毋过咱人的疾病就是疾病啊，因为烧得足痛足痛，烧得足痛。但是足痛是因为你有意见，你有思想来烧得足痛，伊敢袂足痛。迄烧咧烧粗茶苦尔，你听，就趁着你的司机走出来，把这合掉伊铁条咧。你袂听啦，袂听，合要靠地，慢慢出本钱去，对不对？迄个灵魂就是哪无所不在。所以呢，因为外道说不是不灭者，这是咧讲这只车的性别。但是因为咱做会员来讲啊，莫说不是不灭者，本主无心，也本不灭。安听无因为你这个自性来当中。当你这车买来时，生出来这车的时阵，你司机入来，你司机入来，就来看啊，你今仔有钱人，可能会买一车1000多万来开啊你会买，有阵则会买4、5、8万的啦，像今日在买一只面老牛5、8万，你若我呢，我18万买袂起，对不对因为同一个人，但是我迄个物质、迄个俗的当中，迄个无相，因为迄个叫做命。伊咱人讲叫做命，我命就是18万的车命呢。咱的命运就哪5、8万呢？咱的命运就是哪有1000万呢？迄叫做命运。但是迄个灵呢，迄个灵就是不生不灭，拢总相像。无讲你这个较大，我这个较小，我这个较小，你这个较大，无迄个道理。毋则来讲奇怪，讲按咱来讲，莫说不生不灭，本主无性，无有一个过来生，无有一个过来死。毋过你即马开始会得想咧，我真是未生啊，但是我这后壁死呢，迄后壁迄个死个灵嘛是在。这个灵就是你这个空间的内底，但是因为你来讲，这个世间你家己所做的物件，叫做哪？叫因果嘛，但是你的因果好，你去转世一个较好，嘛转世一个体较好，嘛是迄灵有走，迄灵无歹，灵并无歹，但是迄个叫做命运。但是你今日做较好，你像学无几多啦，学读升多啦，地学多啦，但是心内面无几多，心内面读升多，心内面地学多。
有你做因果人卡遐，你这个灵会叫拖落去，因为你无去都袂使，咱叫做自作自受。但是你伫这个灵内底当中，你做成道，你随时也变，安尼，你会随时做变无？无来啊！但无你袂使无气质，你掠这个体，伊就是讲，我来到这个世间，因为我要买车，就一只大货马，大货马条无介好的车，啊，我命就是安尼，会当买安尼尔。你讲我当买一只10万的，无法度咧，是啥物原因？你命就是安尼，我变为安尼尔啦，哦，你的命就是安尼，就是像我咧讲，你的能量，你能量是讲100%的部分，哦，叫做无量光、无量寿，那变圆满无缺嘛，那个100%嘛，啊，那个灵才100%那个圆满无缺，哦，啊，菩萨呢，告诉他现在能量1%一样嘛。你基本呢就80%，减20%去啊。哦，阿罗汉呢，阿罗汉就是一定的时阵呢减30%去，啊剩40%能量。哦，天神呢，天神啊，哦，咱讲咧拜天神的天神，天神爱轮回啦，迄阵40%，迄阵已经剩60%呢。哦，已经减40%的空气。啊，咱人呢，天道在人道嘛，咱人剩50%尔，50%能量尔，啊50已经，咱就无剩50%哦，剩1%。啊，修道呢，啊修道就剩40%的光明了，60%能量已经消失，已经苦啊！哦，啊，足修道呢，哦，剩30%能量，啊70%的负能量走无，啊，来无几多咧，剩20%，啊，第二多咧剩10%。哦，迄个已经行到，你记得啦，连光结束，要行足哦，你行足深度就足惨啊咧，行无几多咧足惨啊咧，哦，迄种20%、30%、迄种叫连光就熟悉，但是你灵咧，迄灵嘛是含你。你无几多你就生到地球的灵，含管你天道的灵嘛拢相像，含管你佛道的灵嘛拢相像。迄灵相像是迄个灵都无歹，是因为你去互你做的迄个因果拖落去，因为你无去袂使啊，你做的因果就是安尼。比如讲，真个学道，啊偏偏你带有作自由，对不对？是安怎会当换作自由？哦，我免人。警察啊，拖去的时阵判你判，会判10，当会判20，当会判30，当会判4年。什么人会判4年？什么人判20当30年？迄足惨的。毋过呢，你今仔日都已经犯罪啊，你应该做迄个因为啊，你要接受这个果，你扫袂去，就对这个道理思想。毋过呢，你会了解哦，本来伫台湾这个土地。就是足自由的哦，你若好好做，好好做，无人会甲你拖去关，嘛无人甲你拖去判的。哦，是因为你会做因，后壁咧就是这个。我讲来听啦，哦，这叫做表象、形象的物件。来讲啊，自性的物件，咱的自性，这个道是因圆满无法，而咱这个人，大家拢相像，无较低，无较低。毋过呢，你平时做出苗就无相像。哦，啊，不咱咧修，咱咧修就是要修好本来到这个相像。啊，咱就叫打迄个修，就是叫改变。咱过去无修心啊，过去无用心啊，当时咱家己无修无心嘛，无了解道理，后面母啊，什么人来母的？迄是你家母的，你家己去母家己母，因个母家己家己喺你修的物件。啊，无啥物人爱做伊，啥物人爱做，啥物人爱去落道，啥物人爱去出生，啥物人爱去落尾道，啥物人爱去出生，我要清楚这物件。毋过呢，你做这因为了后面人道理无去袂使，我都无啦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伫这自性方面的物件，互咱家己的积极，互咱家己无耻，互咱家己无慢，家己看落去，道路来发布。
那是为了什么呢？自作自受，自作自受。哦，这个比喻就是。但是伊咧讲的讲自性，就讲我本来我这个自性不是不灭，哦，我说不是不灭，本自无性也不灭，我这个自性，含因为我因为我本来就是含大家完全相相同一个物件，这叫做圆满无缺物件。但是后壁所做出来的物件，迄个物件完全是无害。但是后壁所做出来的物件渺无实相，迄个会做。我即摆做是简单的比喻。这个太阳，我过一个，这个太阳，哦，这个太阳啊，哦，伊个光啦，吼，这个光24小时内底，无论是24小时内底当中，伊就是叫做无量光、无量寿，伊叫做无量光。无量光啦，哦，无量寿，伊叫无量寿啊，吼，哦，因为存伫个所在，就是参照咧讲咱本性形象嘛，咱本性形象，但这个因为就变无，这叫永不变，永不变，哦，咱这自性是永不变，但是后壁咱就变咯，哦，来变无，这变无。这叫做哪？这叫做哪？大家，这个叫做无量光、无量寿，给你个人所在，你这段叫做气禀气禀苦，哦，物欲病，苦病，气禀区无一病，这个叫做气禀。你这个物件是其中含你这个自性无关联。意思话咧讲就是讲，伊先天变变不变，这是跟咱这个肉体的物件。我说不生不灭，本自无性，本自无灭。这个当然有一个心，有一个念有无？安尼就看出来了吼。这个完全就是无性到无灭，永远伫这个所在，咱的自性伫这个所在。问题就是你这个所在，比如咱听好，这个乌云人较高啊，哦，可能会变较黄啊，乌云人较薄呢，所以下底就哪较光啊。咱若这个较高呢，咱的命运，咱的气禀，比这人气禀都唔对，作成这物件。那安尼人，你的气禀。你的物欲高，你的量就无。食了，你人积性，你人品性，你人的习性，若要去看，你永远做错误。我，但是害着这个物件。这个你本来本性哦，你本性是本无性本无灭，是因为你行出来你的气禀物欲。去互这蒙蔽，个七面区规闭叫蒙蔽了后，哦，所以卡愈高，你的能量愈强健。就我之前讲的，你卡愈高，你的能量愈从10%来，从20%来13%来，落去到地球到吸收到而且开始一直做业。但是咱收到呢，就是怎啊？因为这个乌云叫做恶啦，比如叫做恶啦，啊，这个风。啊，比如叫做仙啊，安尼啦，安尼修道就是哪，要家己气恶啊反仙，这个恶爱气得了的，这个爱气得了的。风，这个风，就慢慢把这个云安吹，哦，啊，这个云就慢慢吹，慢慢拨。比如啦啊，慢慢吹，啊，拨了后下底呢，这下底呢。因为乌云人不要下底是袂愈光，就袂遐暗，对不对？啊，咱若修行，咱一直改变，咱的贪嗔痴九成万物，咱若先一直改变，一直修，哦，就产生了一直甲吹，变改变。咱这个光，但是你的光完全是不
别的物件，因为伊自作自然的，这叫做自然界，自性叫做自然界，这叫做自然界。这个免哪会好？你的自性免哪会好？你这人气除掉了后，因为伊根上走来，伊根上走来，伊就慢慢讲你若这个气变气微变，你慢慢调理，伊自性就慢慢讲明起来，你的人生就开始无好。啊，所以伊世间，因为咧不生不灭，就参像咧讲，咱人生死生死生死，伊看这个看袂到，所以伊有咧讲就是讲，我咧讲的不生不灭，甲你讲不生不灭有相像。你的不生不灭是讲你生死，我的不生不灭是讲你自性。咱听无？伊即句话就是讲，你比如说不生不灭，我说不生不灭，问主无生不灭，这种生不灭，这个太阳的不灭自性，本来就是这个所在，无加无减。好，伊那叫做圆满无法，在性命不清啊，就不减，是讲这个。啊，所以伊咧讲的，因此，这个我说不生不灭者，问主无生无灭，是讲这个。所以不同于外道，伊就讲我咧讲的含你讲话都是相同，安听无？所以讲，咱今日咧讲的是讲的生死，一个讲的是讲的自性。讲的生死，一个讲的自性。啊，若生死甲自性，一个讲的表象，一个讲的实相。表象就是讲，咱这个发挥的表象，看到眼里的表象，那个眼里的表象，但是他没有看到实相。啊，实相就是在讲，实相是无相，实相就是无相啊。那咱过去，在迄个我定课内底当中讲，实相无相，不能不依，跟我不相无表象。我有即法，咱就要观念心，实相，这个实相叫做无相，实相叫无相，实相叫无相。这个实相来的，咱们叫无相，心叫做无相，咱的自性叫做心嘛，叫做无相。这个所谓实相对不对？这个实相，这个所谓实相为空间嘛，这个对空间叫做实相嘛。啊，对实相来对当中这个叫做表象嘛，表象嘛，表就是你外表嘛，外表，这个叫外表嘛。这样你可以看到里面那个表象，但是表象来对当中，这种叫做有时间，那个生住异灭。生住外空，生冷变数，这个拉条有。但是这个实相的内底，这个本自无生有异灭，感觉到有一个生住异灭、生冷变数，敢有这物件？不能咱众生就是重于这个表象物件，在这个表象，因为咱不要摆这个实相物件。那么实相是无来无去是无代志，有来有去是算代志。这个金木经29分，为集正分，这个苏摩地，我就把苏摩地讲，苏摩地用九真言，如来用来用去用中用我，是日不低，我所说，如来者无以就来无所去，是无名如来。那金木经29分，为集正分的内底当中，不甲苏摩地讲我读清楚。伊讲苏摩地啊，有人咧讲我如来，我是看如来有来有去。这个如来是讲什么呀？这个如来是咧讲叫做自性如来，自性如来，唔是咧叫做马屁如来啊。唔世间的人看伊这个马屁，佛陀几70几岁就等伊啊，70几岁嘛，79，79
70到位哦，为了70到位就倒去啊。哦，安尼当中，这个肉体讲叫做如来。哦，迄个自性如来，所以看经典一定要看入。这句话是讲伫对个所在。你这句话若看唔着所在，你讲着一定会走错。所以你讲佛教书法来讲，书法来啊，若有人言，有人咧讲啦吼，如来而且讲吼，问出来，有来有去，如来若来若去若做若讲，是人不改，不定我所说。是这个人无了讲我咧讲如来真实的道理，伊就讲吼，讲何为如来？如来讲，无走将来无所去，是无如来。如来是无来甲无去，伊本来就是这个空间内底，所以伊咱来讲，不无心，永不不灭。咱毋是人不能讲咱拢写啥嘛？所以今日这句话就是一定来去证明这个所在，互你了解。啊，所以呢，今日这个当中，重心就是色，这个色，地色的色，这个色，这个色转袂过，这个色叫做哪？叫做分别。咱讲以这色的分别，啊，就明明就一个色条毛流。啊，你看色条毛流，这是一个马体，迄是一个表象。你来看咱看，迄原有一个面做出对不对？迄嘛是一个表象咧，迄是件无灵魂的表象尔呢。若有灵魂，伊嘛是可能会创开的，但是是无灵魂的表象。啊，若色条毛灵魂，迄个灵魂要造出了后，嘛是一个马体，无灵魂的马体尔呢。换一个解说叫做工具，迄是一个工具啊，工具。当时是一个工具，啊，这个工具是方便咧用，恁个哇，这个马体是工具尔嘛。啊，这个马体的工具是互什么人咧用？是互你的思想咧用的，你的自性思想咧用的。甲你看哪，你看哪的；甲你讲哪，你讲哪的；甲你食哪，你食哪；甲你嗑哪，你嗑哪；甲你做哪，你做哪的。啊，若无迄个思想来你指导，啊，这个马体就变成哪？哦，若讲无魂附体就超人，毋是叫一个超人形象嘛。所以今日一定伊咧讲即句话，咱一定要看出来。伊咧讲是讲主，伊咧讲是讲马体，有啦吼。所以不懂我的，他我得到的现象不懂嘛。伊讲伊马体，我讲就是那有现象，安尼啦吼。你用地心表，哦，伊再来讲哦。你若要了解自性中的这个心的重要性，哦，也就是迄个重要，心的重要。所以这句讲，说法不离心，讲究不离性。好，你就是你大家哦，若要知影心的重要，伊是什么表现？心。就是讲啦，嘛就讲叫做自性，哦，啊性嘛就讲心啦，哦，叫做心表，心的重要性，心哦的重要性，所以伊当时达做当中地方就讲出来，但唔发表，哦，就是讲唔发表嘛，对心，伊的这个用的心就是讲我要了解迄个自性的重要，伊的本质是什么物件，安尼对啦。伊个甲你教，但一切善恶都无需要，自然得以清清清净。伊讲哦，你若要了解这个心，这个自性的要义，你爱一切善恶都无需要。有一个善就有一个恶，有一个恶就有一个善，这叫做两元对立。啊，这个对立就是叫做哪？是非对立，善对立，所以打造人来讲，不属善，不属恶，是名啊，本来就讲，不属善，啊不属恶，我属良嘛，对不对？是这个叫做善良，不属善，不属恶，叫做善良，按拢无去啊，唔是了解无去，因为你的自性中内底当中无善恶。善恶是因为
你家己的思想的变变，咱世界的人讲叫做世界恶，叫做恶。即马我来说一个简单的比喻，一只虎，会食动物，对不对？你讲先啦吼。你的观念叫做恶，对不对？这虎怎看？真正虎伊若要去食这物件，伊免哪想咯？伊就爱饿死。若家己放忙，家己拢莫食物件，逐只虎拢莫去食动物，逐只虎拢挑你，安尼讲对？这个叫做食物链。这个食物链就是讲，这个动物来食这个物件，是食物链。看咱人看的是足残忍哦，唔为食这个物件，伊个生存袂落去哦，伊个活袂落去哦。安尼看了。所以因为你讲对嘛唔对，讲对嘛唔对，讲唔对嘛唔对就是对。我先讲来做个简单比喻，咱人来到这个世界，咱人讲做啥物？无清楚啦，无大处啦，安尼讲对。有好事的，好事。人要做生意，殊荣公赏，干商干商，无干不成商。生意，那阮头当就讲，做生意人照讲实在歹倒。我这个本来要500块尔，我就讲，我这要1000块，我为了卖1500块，我卖1000块。有奸商伊骗人，但是我若来讲500块，你会嘛出偌济？出300，你嘛想我得趁钱嘞？300你着趁钱啊？敢是安尼？咱人的思想迄个所在，我会播，当下当中，我一个电所，我有一个电所内底有一个电话号，按电个，较早迄个空间迄我较早去买一笔来60块啦，因阮中名个迄个什么人啊，伊啦伊咧开迄个水电行，我要买一笔标60块。伊电脑关起来啊，有咧做，无做我走硬买，走硬买一支算偌济，一支算我200块。我讲伊就即马开始讲，我这有较好，我讲你这有较我是中人买伊就来讲，这恁若咧花价来讲几10块呢？我甲看，含我完全相关拢烧香。无特殊，伊讲伊较特殊咧。一支要200块咧，我是中名买才65块咧。一支赚偌济？赚130块。但是我若要甲买，就无人要买啊！我无当去买，我无甲买袂使咧。安尼叫做哪？叫做甘愿。当时咧，叫做甘愿嘛，因为我嘛知你较贵，我甘愿互你贵，因为你甲收益，我嘛知你甲收益啊。我敢袂使讲无甘愿，但是咧心有一个执着，这有点恶心个，这有点恶心。我讲是买了15块，你是通以为了200块，咱的思想会改变，甚至拄着人改变。毋过你着甲想着倒转来，因为你若要以为你200块，你用空间下暗时啊，要洗身躯，你啊着遐，若讲乌暗嘛，无歹过大。都还是社会人对不对所以因为你甲讲唔对，你讲唔对，你讲对，但是咱这就是对甲唔对，咱嘛比较少，安尼听有无？对甲唔对，咱嘛少，若安尼心唔快乐无？你着会记住讲65块甲200块，你着会记想65块200块啦你甲执着65块200块，你一直想，这个点个好吃。当然比我65块，你比我200块，但是我就是咧使用这物件，我来30块10万啊，唔甘愿。你若唔甘愿，你才要去买，我无甲买，我就买。既然你甲买就是条件高嘛，你就是爱你的钱嘛，伊就爱你的钱嘛。你爱我钱，我爱你钱，无你袂去家己买。安尼对无？你甲想想咧，咱若即个善恶，莫输咧。善就是65块，恶就是200块，即个嘛比较少。安尼有讲无？
你就会为了你做自然的物件，好，做欢喜的物件，好个在你的地方，若无法定哦，可能要点难点。但是，所以这点的内容就是咧甲你讲，当你去接触啥物件内底，当你的心起了什么心？光华心、欢喜心，这叫做心啊。你的自信内底当中，改变你就改变，无改变你就讲改变，做简单的物件。变就好啊，嘛不想那个，好，安尼啦，好，所以我嘛说了，安尼就啦，自然得入清心体，你的心内底当中，敢毋去想咧，头前这无去啊，头前这无去啊，后尾这呢，自然得入清体，我真吼，去215块200块，还有清清过。我清掉这恶心受命嘛，有清清无？我清清嘛，我是嘛，起着怜悯，你拢无去想着讲，伊若无买你无电话人看，你无想，你给他算，给他趁，你给他趁130块，好，所以今日咱会当，既然我家的物件，我这就表示4两行，那安尼呢，我今日买伊的物件，我拢欢喜，我拢感恩。后日呢，当然上证，这个当就是解说啦，迄个精湛，迄个精湛，这个当就是讲最足深的艺术。当然就是讲，互你足方面的艺术上级，迄个上的，这个极而长照，这个极就是讲上方面，极而长短来解说。就是讲，你当然上，你永远伫你的自信表的内底当中。你完全是最方便，你的自信是安尼，妙用平山，这个妙用就参像哪呢？用来所说，因为你若去到印度迄个黄河，黄河就叫黄河山，不得东西啊，看到大数伊就讲以3000以恒河沙所七宝，拢来讲。这个恒河沙就是讲妙用就参照恒河沙伊。这是一个微细的物件，它说变化无常，很微细的东西叫做变化无常。我们今日来当进入了这个当然清净，你会当用着你的自信，用着你的心了自信来运用妙用一切物件，你拢学着一切物质甲你做来着，你的活力啊，那讲这个活力海阔天空。你不是活在世界末日，你唔管世界末日，所以这句话就是因为咱大作为咧甲世界讲，你今日你来当讲入到你的自性身体，因为头前这句是咧问，这个生命叫做生死，后壁60回答，这段就是讲自性，有生甲有死，甚至这段就是讲啊，你来当入到自性。内底当一切善恶，善恶是世间的对立，这拢唔免去甲起心动念，你会当